總統特朗普今日同俄羅斯總統普田以及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等領袖通電話。特朗普話俄烏即將開始談判停火。張麗如報導。總統特朗普表示，佢今日首先同俄羅斯總統普田通電話超過2個鐘頭，佢形容氣氛極度好。跟住，特朗普又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以及歐洲嘅領袖通電話。特朗普話俄烏將會立即開始談判停火。佢又話具體條件只能夠由俄烏雙方協商。普田就形容同特朗普嘅對話非常坦誠。雖然今次會談冇突破，但俄羅斯隨時準備繼續討論停火問題。普田又話，俄烏應該尋求雙方都可以接受嘅條件，先至能夠取得妥協。特朗普曾經表示，佢同普田嘅對話將會聚焦於俄烏停火，亦將會提及貿易問題。特朗普認為俄羅斯攻打烏克蘭，導致西方國家向俄國實施制裁，因此特朗普可能會考慮向俄羅斯提供一啲財政上嘅刺激優惠措施，以達至某程度上嘅停火。財長貝森特尋日接受媒體訪問時話，如果普田冇誠意去談判停火，俄國有可能面對更多額外嘅制裁。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今日向特朗普重申，烏克蘭已經準備好全面停火。佢敦促國際社會繼續向莫斯科施壓。普田曾經拒絕澤連斯基提出兩人上星期喺土耳其親身會面，但係普田缺席，改派俄國其他官員出席，亦係俄烏雙方3年嚟首次嘅直接談判。26台記者張麗月報道。